出埃及記第32章，金牛。以色列人看摩西一直无落山，就拢挖去亞倫遐，甲伊講：但你得甲阮做新名，通甲阮帶路，因為迄個帶阮出埃及的摩西，毋知拄着甚物代志。亞倫甲因講：恁的某、恁的囝、查某囝的金魚鈎攏拔起來互我。人民就將因的金魚鈎攏拔落來互亞倫。亞倫就做一個模，將這個金仔鑄做一隻牛仔。人民就講：以色列人啊，這個就是帶咱出埃及的新名。亞倫看了，就佇金牛仔的面前起祭壇。伊宣布講：明仔載是上主的節日，大家着攏來慶祝。隔日透早，人民起來獻燒化祭甲平安祭，因坐咧大食大啉，起來跳舞滾笑。上主對摩西講：趕緊，你趕緊落山，你對埃及帶出來的人民已經墜落，因真緊偏離我命令因的道路，為家己鑄一隻牛仔，甲伊跪拜獻祭，閣講：以色列人，這就是帶恁出埃及的新名。上主對摩西講：我看這個民族真正是心硬固執，但你着出在我要對因發大受氣，甲因消滅，我要互你成做大國。摩西就對上主伊的上帝求情，講：上主啊，你是安怎要對你的子民發大受氣？因兼毋是你用大氣力、大權能的手對埃及帶出來的。你兼要互埃及人講，伊帶因出去是要害因，佇山裡甲因刣死，互因對地上消滅。求你回心轉意，毋通對你的子民發大受氣，毋通降災禍互因。求你畫記佇你的僕人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你捌記家己對因立誓，講：我要互恁的後代親像天頂的星遐多，閣將我所應允迄個地，全部賞賜互恁的後代，做因永遠的產業。對安尼，上主就改變心意，無將所講的災禍降互伊的子民。摩西越轉身落山，手提兩塊上面有寫字的石板，石板是上帝做的，誡命是上帝寫的，刻佇石板。約書亞一個聽到人民喧嘩的聲，就對摩西講：佇營內有燒台的聲。摩西講：這毋是太陽歡呼的聲，嘛毋是太師哀叫的聲，我聽到的是唱歌的聲。摩西行近營地，看到金牛仔，閣看到人在跳舞，就非常受氣，甲手捏迄兩塊石板迄落山骹，石板碎去。伊閣將因做的牛仔上用火燒，研做粉，壓佇水面，叫以色列人啉。摩西甲亞倫講：這個人民是甲你安怎？你竟然互因犯遮大的罪！亞倫講：我的主，請你莫遐尼受氣。你知，這個人民決心做歹。因對我講：你得甲阮做一個新名，通甲阮帶路，因為迄個帶阮出埃及的摩西，毋知拄着甚物代志。我甲因講：所有的金仔攏拔落來互我。我甲金仔迄落遐呢，一隻牛仔就出現。摩西看到人民放唱，亞倫閣出在因，直到因受對敵踢笑，就徛佇營地門口，講：要徛上主這邊的，就來我遮。利未人就攏聚集來伊遐，伊對利未人講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講：恁逐個人搖着插刀，對這個門到迄個門，順時專營。太生兄弟、厝邊甲朋友，
利未人就照摩西的话做。迄日，人民受杀死的大约有3000人。摩西讲：恁将家己奉献予上主，逐个人攻击家己的囝甲兄弟，今仔日上主会赐福恁。隔日，摩西对人民讲：恁有犯重罪，现在我要上去上主遐，检查袂当为恁赎罪。摩西就倒转去上主遐，讲：这个人民犯重罪，为家己做金的神像，但恳求你赦免因的罪。你若毋，求你对你记录的册，甲我的名撤销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什么人得罪我，我就要对我的册撤销伊的名。但你得带这个人民去我甲你指示的所在，我的使者要甲你带路。毋过到我审判的日，我要办因的罪。上主降灾祸予人民，因为因甲阿伦做伙做金牛仔。